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他。在开始前，我们一起用拍手来赞美他，一起拍手。我要向主唱新歌，我要承受你的名，我要天天传扬你救恩。因你慈爱永长存，因你信实到万代，因你至高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奇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使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现在我们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赞美，嘿，我们一起来赞美爱我们的主。他是配得我们歌颂，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我要向主唱新歌。我要向主唱新歌，我要承受你的名，我要天天传扬你救恩。因你慈爱永长存，因你信实到万代，因你至高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奇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使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奇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使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我们再次跟你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他是你的力量盾牌。我们要传扬他的救恩，主是你的力量和盾牌，没错的。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奇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他不叫我们失去盼望。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使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一起说，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奇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使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应允呼求，应允呼求，使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我要追求，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神灵，请你来充满我
需要你，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的生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如果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唱这一首歌。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右手放在我们的心上面。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的主啊，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我们再次说，我要追求主。是的，我们要委身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单单来爱你，单单来服侍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向爱我们的主来说话。你有任何的话，你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来跟他说。他何等的爱我们，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洁净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我们一起来唱，他走路，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我们弟兄姐妹，
再一次，我们再来跟爱我们的主来说话。谢谢他，在光中走向我，在我们遇到黑暗的时候，他触摸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他已经找到了我们，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翅膀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我就请弟兄姐妹，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在我还在母胎中的时候，你也拣选了我。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接受你这样的爱。我们一起开口来向他说：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离开你，有的时候忘记你的时候，但你总是紧紧地抓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好吧，我们开口来感谢他，开口来说：主啊，我们爱你。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望。主啊，我们要单单的爱你，我们的眼目要看向你。让我们再次单单的来敬拜他，单单的来爱他。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我们一起说：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要单单的来爱你，也是我们每个人唯一的渴望，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恩典每天都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深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你的怜悯与恩典，我们得以站立。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接受你的祝福，更要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家庭中彼此相爱，在职场中能够忠心服侍，爱着每一个与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中，我们能够同心合一。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完全的属于你。主啊，谢谢你何等的如此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将今天的礼拜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美好的祝福、帮助和力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接下来我们进行报告，大家有周报吗？好，首先第一点，我们感谢本主日为新竹圣经学院奉献主日，感谢张德林牧师的分享，请为竹圣办学等需要来关心奉献。第二点，教会的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了。详细发放办法的话，请参阅1楼的公布栏，然后我们申请的话，到下礼拜21号截止。第三点，10月5号礼拜天的下午4点，我们在教会的1楼会举办中秋烤肉。那我们办法如下，比较需要注意的是那个第3点，我们有限额60位，然后报名截止后还要再参加的话，因为那个食材真的准备比较麻烦，我们会着收食材费400元。第4点，10月19是音乐见证福音主日，由建成乐团及见证者来共同担纲。那要见证分享的兄弟姐妹，请把握机会向牧师报名。第5点，请各团契会长于9月21前将第4季的服事排班表交给英干事来做会诊。第6点，我们2025年6、7月份的财务报表已经刊登于1楼的公布栏，请自行参阅。下面团契消息：9月20跟21号，圣歌队会前往新竹泰尔中会梅园教会进行圣乐布道，那我们2位牧师会随队同行。下面的奉献明细，我们自行参阅，有误的话跟干事联系。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奉献。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过去1周在我们生命中的看顾与保守。
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软弱的，但你总是以恩典来扶持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恩典不只是为了自己停留，而是邀请我们有回应的行动。主啊，我们也愿意用今天的奉献来回应你的爱，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感恩。求你悦纳，也赐下智慧与怜悯，让这笔奉献被妥善的使用，成为你国度中的祝福与见证。我们这样祷告，也是要继续用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38到39节。我来读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在发高烧，有些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高烧，烧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那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个能回应恩典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德林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用马可福音1章29到31节，一起来思考，做个能回应恩典的人。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耶稣治疗彼得岳母的故事。马可福音是记西门，这是彼得的希伯来名字。彼得是希腊名字，马太福音就用彼得。首先，我们通过这段圣经知道，彼得已经结婚过了。按照教会史的传说，彼得的妻子一直是彼得传福音的好帮手，甚至当彼得最后要殉道的时候，教会史的传说是2个人一起殉道的。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这个人在他的一本书叫做《杂记》第7章第6节这样记载：彼得和他的妻子一起殉道。彼得要被倒钉十字架之前，眼看着他的妻子忍受酷刑。《杂记》这本书这样说：彼得看到他的妻子被带到死地，就为他的蒙召归向天家而欢喜。他鼓励安慰他，呼叫他的名字说：当纪念主。彼得有妻子，当然有岳母。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说，彼得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那这个热病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病？到现在我们归纳起来，大概有3种说法。有一种说是一种间接性的一种热病，很像是肠热病。另外第2种，有些人说是马耳他热。最后一种，比较多的人的看法是，应该是疟疾。学者大概支持第3点，应该是疟疾，因为当时在地中海沿岸很多的这种疟疾的病症。那支持这种看法的，比方说 William Barclay 写新约注解的那个巴克莱，他支持这个看法。圣经记载，当有人告诉耶稣彼得岳母患热病的时候，说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这是一个神迹。彼得的岳母得痊愈了，我们重点要放在最后一句话：当他身体好了以后，他就服侍他们。他彼得的岳母就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意思是，他把刚恢复好、
刚恢复的身体用来服侍耶稣以及他的门徒。彼得的岳母是一个会回应上帝恩典的人。有人领受上帝的恩典却不回应的吗？有人领受父母亲的恩典却不孝顺的吗？王尔德非常有名的剧作家，我想你们都知道，写过一篇他自认为世界上最精彩的短篇小说。有人把这篇故事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可怕的美妙》，很奇怪的名字。美妙就美妙，为什么是可怕的美妙？这个故事这样写的：基督从单纯的一个环境走向一个奢华的城市。当他过第一条街道的时候，听见上面有声音，看见一个青年醉卧在窗台上。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在醉酒中浪费你的灵魂呢？”他回答说：“主啊，我原本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你把我治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呢？”走过这个城市，到了不久，他又看到一个青年，跟随一个妓女。耶稣对他说：“你为何在淫乱中消磨你的灵魂呢？”青年回答耶稣说：“主啊，我原本是瞎眼的，你帮我治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最后，耶稣在城的中心看到一个老人弯曲的身子在地上哭泣。当耶稣查问他：“你为什么哭？”的时候，老人这样回答：“主啊，我原本已经死去，你使我复活，我除了哭以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这是王尔德的一篇短篇小说。麻风得医治，这是值得赞美、归荣耀给上帝的事。眼睛得看见，这是大的恩典。死亡得复活，这是我们所生眼，我们长了眼睛，我们生了耳朵以来所从来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事情。但是这些人都受到恩典，却不知道回应。当受到恩典不知道回应的时候，这个美妙就变成可怕的美妙。这是一个可怕的美妙的故事。人们滥用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成为一个无法回应恩典的人。这是我们在世上所看到绝大部分的人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跟随他的人却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像彼得的岳母，痊愈以后就起来服侍他们，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彼得的岳母是一个会回应恩典的人。回应，我们英文都知道，很简单的英文 response， 责任 responsibility。一个会回应上帝恩典的人，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才是一个有 responsibility 的人。语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当我们不会 response 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那个 responsibility 就没有了。所以，一个领受过上帝恩典的父母，他应该好好照顾全家，让全家能够活在上帝的爱中。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孩子，不应该让父母亲担忧，出门内外应该不让大人烦恼。一个领受过上帝恩典的老板，应该善待员工，不要赚了点钱就开始小三、小四、小五。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工人，就应该尽职做工，不可想说我的工作只是一个小螺丝钉，我这个小螺丝钉没有了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可能一个大机器没有小螺丝钉就坏了。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老师，应该认真准备课程，传达真理。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学生，应该努力学习，随时准备好自己。当上帝问你在哪里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长老会的传统的礼拜节目，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件事情。
传统的礼拜的节目里边，有些人有印出来，有些教会没有印出来。我们教会是没有印出来。印出来的第一个一定是静候上帝的话，才开始宣召，才开始唱诗什么等等。接下来是领受上帝的话，诗班、讲道、传道的祷告。第三个是回应上帝的话，最后一个是去宣扬上帝的话，实践上帝的话。整个崇拜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礼拜的设置也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崇拜的最中心是十字架，十字架的下面我们放了一本什么？圣经。这是一个很传统的长老会的布置，这里边有神学，跟天主教不一样，跟圣公会不一样，跟其他的教派也不一样。我们的圣经是放在正中间，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以这本话语、承受这本话语、领受这本话语、实践这本话语为我们基督徒的中心。那崇拜的时候是静候这个恭受上帝的话，回应上帝的话。所以在回应上帝的话，就是在整个的讲道完以后，吟唱的诗我们叫什么诗？回应诗。这是整个我们崇拜的一个神学，崇拜的一个在传统上长老中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特别的，在神学里面的看见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特别的领受也可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回应上帝的话。那个回应上帝的话，我们会用金钱来回应，我们会报告来回应。报告有什么好回应的？里面会报告某些弟兄这次大学联考考得很好，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有些人身体不好，我们与哀伤的人同哀伤。用这样来回应，就这样我们才是一家人，才是共同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彼此是弟兄，彼此是姐妹。我读 Craig McFarland 的故事，我很感动，我分享给各位听啊。这个 McFarland 是一个非常会回应上帝恩典的人，他是盲人运动家的奇葩。怎么讲？他到25岁，从小到25岁17年之中，他参加过摔跤、滑雪、田径比赛，总共得到136面奖牌，其中有103面是金牌。他努力证明，让人知道视障只是某方面的不方便，但不会阻挡他追求卓越。他后来曾经把他奋斗的过程，把他体验的人生归纳为他到底有哪些特色，可以在这样子眼睛看不到的这个过程里边，他仍然表现的让人家觉得说相当不错。他自己想一想说，我大概有几个特色。第一个，自尊。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从没有因此就放弃我自己。第一个是自尊，第二个是尊敬他人，尊敬。第三个有独立的个性。第四个我会做梦，我有愿望。每一个人都要会做梦。不要忘记，创世纪第一个最大的做梦的人是谁？约瑟。做梦的人可能有人会想杀他，他的兄弟说：“看哪，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把他杀了。”但是那个做梦的人到最后会做宰相，这是圣经说的。他会做梦，他有热忱，用这样的信息，他向全美国1600多所的高中生演讲，鼓舞他们。如果我一个这样眼睛瞎掉的人，我都可以克服人生的低潮，重新站起来，创造光明的人生，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麦菲伦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圣玛利亚市郊外的一个小镇。2岁时，小孩子拿着那个竹鞭在玩耍，不小心把2个眼睛都摔瞎了。2岁就不见了，眼睛就不见了，导致失明。但好动的他不仅没有被视障打倒，反而更学会自立自主。而且他的父母亲也以无比的爱心来养育他，他成了一个跟别的孩子完全没有不同的一个这样的过得跟正常的孩子一样的生活。为了证明视障病不能限制他在以明眼为主流的社会里边参与，为了证明他照样可以参与，他参加摔跤、田径、滑雪等运动。从9年级开始，他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凌晨起来跑步，1天之内总共仰卧起坐500次，伏地挺身500次，这个我们大概很难做到的。除了运动以外，他也拿到证券分析师的执照，这个我从来都想不通。这个人还活着，这个人有人想邀请他来台湾，他如果来台湾，我第一个想要问他的是：你证券分析怎么分析的？他喜欢唱歌，也灌了2片 CD。最经典的一个故事，麦菲龙很经典的一个故事是，他有一次出差，住在大饭店的22楼。以后我们有人开旅馆，绝对不要让残障的人住在22楼。结果那天晚上大火，他随着嘈杂的声音走去，随着众人的那个声音走去。我们这些明眼的人就快步的跑啊，他就一步一步按照那个地上的那个瓷砖指引的路，跟着大家的声音这样走。走到那个转角处，众人都没有发现那个转角处有一个老妇人，只有他发现。他发现转角有一个老妇人在喊救命。原来明眼人只顾着自己快速的离开那个地方，而且人声嘈杂，老妇人在叫的声音根本听不到。但是麦菲龙他因为视障，所以他的耳朵反而比别人更灵敏，他反而听到了有人在角落喊 help。当他过去摸着那个老妇人，一摸知道是一个老妇人，还坐着轮椅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残障的人，辅助的工具非常重要，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比方说视障者，他一定要一个拐杖走路，那个拐杖没有的话，一定会影响他走路的那个方便性。所以他就把整个人，他坐在轮椅，把轮椅这样扛起来，从22楼一直往下面走。走到5楼，即使他每天做500次的仰卧起坐、伏地挺身，他已经是筋疲力竭。他边走边祷告，主帮助我，走一个阶梯，主帮助我，再走一个阶梯，主帮助我。最后他达成了，他救了一个老妇人的命。他自己说，上帝让他失明，而一生锻炼身体是为了这个时刻。很多有眼睛可以看到的人，却没有看到那个老妇人需要人家帮助。但是麦菲伦发现了，他说他这一生都受到别人的服务，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有机会回应上帝的爱，回应邻居的爱，他认为是应该的。他有一本英文自传叫《Inner Vision》，他在里面说：“我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上帝的慈悲及智慧对我的应许。”我看到这句话，我真的很感慨。很多明眼的人看不到上帝在他前面所安排那一条上帝应许之路。这个视障者，
他说：“我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上帝在我面前所排的那条慈悲及智慧的路。我看到那一条路向前延伸，永无止境。”这是一个能回应上帝的恩典的人的故事。我们看这样的故事，我们再看看彼得的岳母的故事，这些都是当有事情的时候发生的时候，随时都能够记得一件事情：上帝在我生命上的恩典，我随时都能回应上帝，回应主的爱，也能回应我邻人的爱，回应这个社会对我的爱。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都能够回应特别家庭的爱。那个父母亲从小都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我自己当父亲，现在当阿公，有一个小孙子，特别，以前在养儿子的时候还有师母花了特别多的时间，现在退休了，比较有多的时间陪小孩子玩，才知道说要养育一个孩子真的是非常不简单。随时担心他跌倒，随时他哭泣了就赶快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发烧赶快找医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他在地上什么东西拿了就吃，就赶快就把那个嘴巴里面的东西把它挖出来。等到他会跑步了，他什么地方都去，你就要跟着他后面跑，你跟着他跑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跑得大快。发现说，我们第一个要回应的是我们家里父母亲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我们亲戚的爱，我们的邻居的爱，这个社会的爱，这个都是上帝在这个世间里面安排了很多的天使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世上，你通过父母亲给我们生命，在我们还没有智力的年日里，细心照顾我们，他们甘心劳苦，牺牲自己，使我们得以成长。从他们跪下的双膝，我们学会祷告；从他们嘴里，我们第一次听到主耶稣的名字。为着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为了教会的牧师把你的真理信仰指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为了一些使我成为我们的榜样，把生命的意义彰显出来的人，我们感谢你。为了一些人给我们永不止息的影响，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感谢你。为那些圣徒、先知、殉道者，以及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人，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切之外，你为着耶稣我们救主，为我们信仰创始成终的主献上感谢，让我们在这世代中能无愧地进入你所应许之地。主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学得会感恩，在生命里面回应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这一切恭敬仰望，也求你接纳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来唱回应诗。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
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我们再一次来说，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主啊，我们单单的来爱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会后诗。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哦，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不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跟你旁边的说，有，哎，更大声，跟旁边的说，我们要去传扬他的救恩，哦哦哦哦哦，哎。准备好了吗？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我们要再次跳起来好吗？跳起来加转圈，每个，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什么？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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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可以彼此交予请安，谢谢。